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咸咸的台湾，台湾四边拢是海，咸咸的海水生出咸咸的台湾，生出台湾人咸咸的人生，开始几落代的朴盐生活。日本人珍馐鱼温做盐埕，盐港打水车，引海水入盐埕，咸咸的汗水滴入去咸咸的海水里，赤炎炎的日头光，压伫白色色的盐埕，盐港震动的脚步，爬出一堆一堆的盐堆。打出一山一山的盐山，一山一山的盐山，一望无际的盐埕，白当做饭食。咸咸的目屎吞入腰肌的肠道，震动的脚步对袂着经济的起飞。五彩的夕阳伫拍远的盐埕闪烁。化作精彩的历史记忆。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43集，欣赏的是台南的南秀珍老师所带来咸咸的台湾。所以，咱邀请南秀珍老师来跟咱分享这首诗创作的背景甲含义，也有这内底重要的台语文用字。这个写咱台湾的迄个一个过程啦，台湾人是真正过甲真辛苦，所以我就讲用这个用咱台湾人的迄个生活经验来写这首诗。咱经过荷兰时代，伫古早是你这清朝时，是讲你这鸟不生蛋的地方吼。无人要去清朝，无人给伊照顾啦。所以咱伫清朝时，等于台湾是一个自由，自己管自己啊。清朝你无来啊，但是到尾啊，日本人从足早就咧爱台湾，孝顺台湾这块土地啊。所以伊请要来走船啊，这掠伊就走起来。所以我就是咧写这个台湾的人生啊，用这个台湾咸咸来形容咱台湾人啊，台湾的生活。台湾人吼，较早真正足辛苦啦。赤炎炎日头光，压伫白色色的盐埕，白色色这个色吼，一个金，一个快乐的乐，白的提手旁一个八，这本来咱台湾的字啦。袂当做饭食，袂当买衣服，衣服的衣服吼，啊个一个筷子的右边，咸咸的目屎吞入去腰肌的肠道。咱台湾人讲腰着，腰肌就是真正做腰。啊，人鹅吼，鹅是。是无米通食，鸡汤叫做鹅，腰是巴肚腰，嘿，鸡就是有那脂肪，迄鹅是完全无米通食。腰吼一个母吼，啊，这个是像要耗，嘿嘿，鸡就是饥饿鸡啊，腰吼就是迄个肚子饿，没有食物吃，没有吃，迄是一顿两顿。啊，你若鹅是完全无米通食，所以咱讲消腹从公有无？这个消啊，南秀珍老师这首《咸咸的台湾》，
描写着过去盐工伫咧拍盐的辛苦。所以，咱邀请成大台文系教授卢兴雄老师来跟咱分享伊对这首诗的体会甲感受。这首咸咸的台湾是咧写拍盐的这个盐工，因的生活是多尼啊艰苦，迄种的这个故事，敢若讲历史过去的是这种的这个情形。虽然伊即摆这种的盐工已经无啊，即摆变做观光的一个所在安尼啦尔啊，这个盐工已经有人写这个学术论文，伫咧讨论这个叫做台湾盐业的发展，甲盐工的生活。这是2018年成功大学历史系都有这种的学术论文专门咧写这个，所以真有代表性的对透过这种的资料咱所看到的，所以盐工实际上是真艰苦。伊就是讲规冬咧做这个盐工伊拢是带盐的这个员工嘛上介好的迄种上等的盐60公斤，差不多咱这么差100斤嘛60公斤，敢若我都卖40块一年烫天安尼因所的收入超30-40万安尼，所以若30-40万的时阵，差不多迄个一个月超3万块嘛，大概是安尼。3万块的时阵你若要养饲，你知影迄个盐工的囡仔拢特别多。较早盐工的一个生拢是7、8个、8、9个安尼足济所以要照顾真济囡仔还是足无简单的安尼就对所以有人咧访问这老盐工的时阵若回忆过去的这个做盐的迄个时代规个面腔拢是安尼万般的这种无奈就对了，足无奈的就对，无一种安尼足快活的迄种的感受就对。伊讲因咧讲若做盐实在伤过艰苦啦若到现在时，我咧做梦还佫梦到迄种足艰苦的时阵，行者佫醒起来安尼，抑佫种另外规日踮咧日头上盐当拍也无树也无啥，踮咧味安尼差不多安尼透早3-4点就爱先去将迄个海水引入来准备好势日头出了就开始拍，一直都要等饿安尼就对了，所以足艰苦就对。佫有一个迄个有人安尼讲，这比咧做人咧做事的时阵做佃农佫毋值佫较艰苦有当个讲做盐哪有较抓，迄盐也袂食哩无法度做饭吞就对啦所以感觉足艰苦安尼就对所以这首诗实际上都是咧写这种的物件伊佫用过一个真特别的方式来，一方面讲迄若日头拄要落海这毋是落山，这是要落海日头要落海的时阵迄彩霞满天足水的，愈强调这愈会感觉讲无事是这种风刺的迄种的意思安尼就对。所以伊咧讲，所以这个盐工咧拍盐的生活，敢若有艰苦较失落啦尔五彩的这个夕阳真水，拍远的盐埕闪烁出五彩的历史记忆，变做一种无可奈何的一种啥风刺安尼就对。所以伊写愈水的时阵愈往感觉讲迄背后实际上是真艰苦安尼。一山一山的盐山，一望无际的盐埕，袂当做饭食，咸咸的目屎滴入去遥记的长途。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남秀珍老师写诗，卢兴雄老师分享心情感受，洪昭文吟诗，专门去电台制作，讲述主持，
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摆再搁继续空中再会。